閉路電視系統或者係各種各樣嘅系統監察，我以前係做公共服務嗰陣都睇過嘅。咁通常一整嗰啲嘢我就知道時日無多啦。唔係話個政府或者個公司時日無多，而係話嗰個管理嗰個效率咧係冇咗。本來呢，一個地方嘅保安或者一個地方嘅管保安嘅人係應該好醒目、好理智咁樣觀察住來來往往嘅人嘅，或者認到一啲有問題嘅行為，咁中間做一啲防範嘅動作。咁如果度度都設晒欄啊、設晒通行證要拍卡先過啊、設晒閉路電視嘅話呢，嗰個管理嘅人就會開始麻木㗎啦。而佢得到嘅資訊亦都好多啦，每日24小時都有帶睇。24小時都有帶睇嘅時候，其實就通常都會瞌着㗎啦，或者睇唔到啲咩特別嘅反應。我以前喺02年喺政府總部做嘢，都可以講嘅呢個，因為係公開嘅嘢嚟嘅。咁嗰陣嗰個入政府總部係冇鐵欄山嘅，就咁過嘅啫。睇攞個職員證睇，咁通常呢，就係個看更係認得啲職員嘅。如果認得通常來往嗰啲議員辦公室嘅助理啊、啲人啊、記者甚至都認得，識得打招呼。咁後來就經過911事件之後，就設咗一個轉閘啦，即係好似地鐵站轉閘。咁跟住用一啲磁力拍卡，即係嗰啲唔知乜鬼，即係有張記憶卡嘅嘢咁樣過。咁訪客亦都有張條碼咁過。咁嗰一刻開始我就知道嗰個看更開始認唔到我。咁我非常之開心啦，正即係證實咗自己一啲嘅小假設，就係嗰啲嘢保護得越好，設備越好嘅時候，個人嘅觀察力係低咗，人嘅敏鋭度低咗，而嗰個系統嘅安全性亦都降低咗。咁所以最近咪前嗰幾個月咪有啲綠色和平唔知咩嘅人係上去總部度拉咗張橫額降落嚟㗎啦。咁如果前幾年應該唔會嘅，因為佢認得係咩人，搞陣就會問佢咩事。咁唔會話佢可能攞咗啲咩證件咁樣入咗去。咁呢個就係即係嗰啲嘢嘅保護措施係咪真係強化咗啲人嘅能力，或者真係達到嘅效果就唔知道嘅。呢個亦都係一啲無論係政府啦，或者大機構啦，或者自己管屋企都好啦，就設立一啲嘅條框框啊，或者設立一啲自己認為好有系統理性嘅嘢嚟管制一啲事嘅時候，就出現嘅問題就慢慢係以為好有系統啦、好有理性啦、積得好密啦，但實際上嗰種一來設計呢啲咁嘅系統理性，或者設計到呢啲嘢保護人又好、監察人又好，其實個背後係一啲非理性嘅嘢嚟嘅。你諗唔到究竟點解要咁做呢？點解要咁做呢？點解個仔都要湊到佢上車，見到個保姆車認到佢啦？保姆車嗰個助手仲要掛張卡嘅，個仔亦都要掛張卡嘅。咁佢都認樣之後就認張卡，揾嚟做乜呢？唔通日日見到面都認唔到？咁好彩就當然就係個家長唔使掛張卡啦。家長同個仔掛張卡都好好玩嘅。可能個仔會落車嗰陣睇下邊個掛住我家長張卡先咁，即係先睇張卡，再又睇塊面係咪阿媽或者係爸爸或者係個工人，咁之後再接。咁呢啲係可能慢慢會演變到咁。